歡迎收聽 H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英國共諜案風波，消息指情報直送習近平親信蔡奇英政府疑為同中國唔反面切兇，軍情五處嬲爆。喂，大家有冇聽過？英國最近有單勁爆國安大案，兩個英國人俾人話做咗中國間諜。本身預咗10月開審，點知9月中英國皇家檢控處 CPS 話證據唔夠，突然撤銷控罪。但原來個背後勁多內幕，直頭同中南海核心蔡奇有關。先講下案情先。被告有兩個人，一個叫 Christopher Cass， 係國會一個智庫組織做研究員，另一個叫 Christopher Berry， 係中學教師。英國傳媒話，佢哋喺2021年到2023年初期間，收集咗一大堆英國國會敏感資料，仲話有啲報告直接送到中共高層蔡奇手上。記住，蔡奇唔係普通人，佢係習近平嘅頭馬，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、政治局常委，即係習身邊最核心嘅人。原本英國軍情五處 MI5 同內政部係堅持要告佢哋，證據都齊晒，仲揾咗副國安顧問 Matthew Collins 上庭做證。但到咗9月，有一場高層會議，局勢急轉直下。據講，英國外交部擔心如果公開審訊中共點樣滲透英國政治圈，會激嬲北京，咁就唔利英中復談同貿易關係，所以堅持唔好告落去。結果搞到副國安顧問都唔願上庭作證，話唔想講中國係敵國，因為如果講咗就要攬炒。法律點樣自斷手腳？原來政府冇將中國列作敵國。英國依家用嚟控告間諜案嘅係官方機密法，其中一條明文寫住，如果你向敵國提供情報，就係犯法。但問題就係，英國政府一直冇將中國正式列作國家安全威脅或者敵國，淨係講中國係時代挑戰 （Epoch Defining Challenge）。你冇證明人哋係敵人，你點話人哋叛國？所以即使證據有，法庭都可能唔受理。高層疑似干預國會議員嬲爆，而家風波越搞越大，有保守黨議員公開話呢件事係有高層干預，唔查清楚係邊個下命令，我哋唔會罷休。甚至傳出英國首相施紀賢 Keir Starmer 最信任嘅國安顧問 Jonathan Powell 係背後主導成件事，而佢之前仲同中國統戰組織有來往。咩統戰？就係中共拉攏外國精英，搞關係網嗰啲組織。連衛報都報道，Powell喺上任之前，同多個被美國列入統戰名單嘅中國團體會過面。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分析員鄺仲情話，英國政府明顯將國家安全擺喺貿易之後，仲批評話Powell可能已經中咗中共精英俘虜策略。咩叫精英俘虜？即係你唔使收買一個國家，收買佢啲精英就得。有人同你打好關係，就幫你講好說話。而家成件事唔只係話邊個間諜，已經升級做國家信任危機。皇家檢控處專員 Stephen Parkinson 罕有寫信話，佢哋成日要求政府提供證據證明中國係敵國，等佢哋可以繼續檢控，但政府唔俾，即係證據唔係冇，而係政府唔肯話中國係敵人。總結嚟講，今次撤控風波唔單止係兩個被告逃過一劫，而係英國政府會唔會為咗對中關係而犧牲自己嘅國家安全。如果連情報直達蔡奇呢啲料都唔追究，咁以後啲滲透、統戰、間諜活動重點制止？有國會議員就講得好，我哋唔係為咗中國生氣，就唔保護自己國家安全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第一時間掌握全球政情動態。多謝收聽。